大家好，我係上兵君賢老師。今日咧，我會引導大家做一個基本嘅空間清理。我哋會用到 Access 嘅 TTTE 空間清理嘅工具。今日咧，你就可以體驗一下呢啲嘅工具咧係點樣改變我哋空間嘅能量。而家請大家合埋眼睛，留意一下你身處嘅空間，可能係你屋企或者你嘅辦公室。留意一下呢個空間而家係一個點樣嘅能量狀態呢？你感覺到呢個空間係好輕盈喜悅嘅，定係有一啲嘅沉重感，或者有啲奇怪嘅感覺，甚至乎會唔會有一種好似唞唔到氣嘅感覺呢？而家請你同你嘅空間講聲 Hello， 你好啊！空間都係一個零，所有定義咗嘅能量都係靈體，所以一個空間都有自己嘅觀點，有自己嘅喜好。而當你去同佢 say hi 嘅時候，你肯定佢嘅存在，佢會好開心咁樣回應你。空間俾你嘅回應唔係一啲嘅句子、一啲嘅説話，而係一個能量嘅回應。當你同你嘅空間講 Hello， 你好啊，你有冇 feel 到空間嘅能量即刻有少少嘅改變呢？而家首先感謝你嘅空間，多謝佢為你作出嘅貢獻，讓你可以身處其中，做你想做嘅嘢。或者可以讓你喺度好好休息。你可能會發覺呢個空間突然間會變得輕盈咗，或者會多咗一啲喜悅嘅感覺，因為你終於去認可呢個空間嘅存在，單純去認可連結你嘅空間，呢個空間嘅能量就已經開始會改變。而家留意下呢個空間有冇任何嘅沉重感，有冇任何嘅靈體喺度呢？我哋做一啲基本嘅靈體清理，連接呢個空間所有嘅靈體，然後跟住我講所有嘅靈體，真相你係邊一個？真相你係邊一個？真相過去你係邊一個？真相過去你係邊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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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你邊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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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將來你係邊一個？真相將來你係邊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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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你嘅工作係乜嘢？真相你嘅工作係乜嘢？真相過去你嘅工作係咩？過去你嘅工作係乜嘢？過去你嘅工作係乜嘢？過去你嘅工作係咩？過去你嘅工作係咩？過去你嘅工作係乜嘢？真相將來你嘅工作係咩？將來你嘅工作係咩？將來你嘅工作係咩？OK， 請你通攞埋行李包袱離開，離開，離開。所有靈體留低嘅磁性印記、電子印記，乘以天曉得更多倍，你會否通通摧毀和不斷創造呢？你要講 yes。Round in that pop all 100 of spores, pulvers, creation, spaces and beyonds。好，感受下你嘅空間。個能量嗰個感覺有冇唔同呢？有冇比之前更加輕盈，或者呼吸更加暢順？有冇發覺嗰種壓迫嘅感覺冇咗呢？當呢一啲嘅靈體離開嘅時候，你會發覺成個空間即刻好似闊落咗，即刻好似舒服咗好多咁樣。好，而家我邀請你用乳白色嘅光包圍住你嘅空間。請你用乳白色嘅光包圍住你嘅空間。非常之好，再次感謝呢個空間。
多謝佢一直支持住你，多謝佢一直為你作出嘅貢獻。好，大家可以慢慢張開眼睛。如果你發現你嘅空間嘅能量已經唔同咗，你可以留言1話俾我聽。有啲朋友咧可能發現個空間嘅能量咧係改善咗，但係好似未係100% 潔淨。咁係因為咧，有時候我哋有一啲負面嘅思想、情緒、感受咧，係仍然殘留咗喺個空間嗰度，又或者有啲前住客嘅能量咧，仍然咧係喺你屋企裏邊，仲可能咧有一啲比較特別嘅靈體咧，我哋係仲未清走㗎。喺嚟緊嘅 TTTE 空間清理嘅課堂裏邊咧，我就會教識大家點樣去徹底清理空間嘅負能量，並且處理一啲特殊嘅靈體，讓你嘅空間嘅能量能夠大大提升，令到你返到屋企咧都會有一種好輕盈、好舒暢嘅感覺。你亦都會學識點樣去邀請你嘅辦公室同你一齊咧創造更加多金錢同埋客人。呢個課堂教識大家清理空間嘅工具咧係非常之簡單而實用，大家亦都可以隨時隨地運用嚟改變空間嘅能量，甚至乎咧去旅行嘅時候，亦都可以改變酒店房間嘅能量，令到你咧住得更加舒服，瞓得更加好㗎。期待喺呢個課堂同大家分享更加多。